今日係呢個四旬期嘅咧第四主日，你見到我着呢件桃紅色嘅衫啊，就因為咧呢個主日咧叫做喜樂主日啊！我本來想去 check 下究竟點解咧嚇喺將臨期同四旬期咧都有一個主日叫做喜樂主日啊！傳統咧一個準備一個大嘅喜慶嘅日子咧，我哋懺悔啊，做好多祈禱準備，咁啊都有一個主日讓大家都開心下咯，可能啊。而今年咧，我哋係甲年啊，甲年嘅讀經咧，正係為嗰啲後洗者嘅，所以今年咧，我哋會聽呢一個胎生瞎子啊，我琴日咧就聽夏主教講道理嘅時候咧，佢出嚟嘅時候咧戴住一隻好特別嘅眼鏡啊，有兩塊紙遮住隻眼鏡，佢話佢睇到啦嚇。咁究竟我哋大家似乎唔係好多小朋友戴眼鏡啊嚇，咁你表示隻眼好好啦，但係究竟我哋隻眼睇到啲咩咧？今日呢一個嘅好長嘅比喻裏頭咧，好多人都睇到嘢，係唯一嗰個盲嘅人，佢第一次開眼睇嘢。不過睇下咧，佢係睇到另外一樣嘢。咁我諗小朋友都識英文㗎嚇。咁中國人我哋講睇到呢個睇到可能咧都係有個意思，但係英文咧 I see。I see 嘅意思咧，唔單止係我睇到，有意思係我明白。究竟我哋喺呢度，你參與彌撒，你都睇到成個禮儀，你有冇睇到天主喺度咧？有信仰嘅人，我哋知咧，耶穌臨在喺我哋當中，耶穌臨在喺讀經當中，臨在喺主禮身上，臨在我哋人祝福嘅餅酒裏頭，成為耶穌嘅體血。呢啲係需要有信德嘅，咁希望大家咧喺聖神之內有信德，能夠真係睇到耶穌喺我哋當中啦嚇。咁我哋努力咧做咗張卡通版嘅，幫你睇下今日嗰個道理咧嚇。今日唔知點解有口井嘅，應該唔係井嘅，應該係一個水池啦嚇。另外一張啱啲啦今日。咁讓我哋求聖神幫助我哋嚇，聽到今日天主要我聽到睇到嘅嘢。工作性若望福音。那時候，耶穌看見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耶穌的門徒就問耶穌說：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點使他生來瞎眼呢？耶穌答的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彰顯出來。趁着夏天，我們應該做派遣我來者的工作。黑夜來到，仲有人能工作了。當我在世界上的時候，我是世界的光。耶穌說了這番話以後，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反嚟吐在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去史羅亞水池裏洗吧。史羅亞解說：被派遣的。瞎子去了洗了，回來就看見了。於是鄰居和那些經常見他討飯的人便說：這不是那曾坐在這裏討飯的人麼？有的說就是這人，有的說不是另外一個很相似他的人。那人卻說就是我。他們問他說：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樣開了的呢？他回覆說：名叫耶穌的那個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給我說：你往史羅亞去洗吧。我去了，洗了，就看見了。他們又問他說：那個人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他們便將那先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耶穌離開了他眼睛的那
於是法利賽人又盤問他怎樣看見了。那人就向法利賽人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見了。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人不是從天主來的，因為他不遵守安息日。有的卻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奇蹟？他們中間便發生了紛爭。於是他們就問瞎子說：對於那開了你眼睛的人，你說什麼呢？瞎子說：他是一位先知。可是猶太人不肯相信他原先是瞎子，就現在看見了。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麼？他們說：他生來就是瞎眼，怎麼他現在竟然看見了呢？他的父母答他說：我知道這是我們的兒子，他生來就瞎眼，現在他究竟怎樣看見了，我們卻不知道。或者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你們問他吧，他已經成年，會說自己的事了。他的父母因為害怕猶太人，才這樣說。因為猶太人早已議決，誰若承認耶穌是默西亞，就必被逐出會堂。為此，他的父母說：他已經成年，你們問他吧。於是法利賽人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叫過來，向他說：願光榮於天主吧！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那人回答說：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經是個瞎子，現在我卻看見了。法利賽人又問他說：這人給你做了什麼？怎樣開了你的眼睛？他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了你們，你們不聽。為什麼又願意聽呢？莫非你們也願意做他的門徒麼？法利賽人辱罵他說：你去做他的門徒好了。我們是梅瑟的門徒，我們知道天主曾給梅瑟說過話。至於這人，我們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那人回答說：這真奇怪，你們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他卻開了我的眼睛。我們都曉得天主不俯聽罪人，只俯聽那恭敬天主並承行他旨意的人。至此在有人開了該身行的眼睛，這人若不是由天主來的，他什麼也不能做。法利賽人卻向他說：你整個人都生於罪惡之中，竟來教訓我們，便把他趕了出去。耶穌聽說法利賽人把他趕了出去，後來遇見了他，就給他說：你信人子麼？那人便回答說：主是誰，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穌對他說：你是看見他和他講話的就是和你講話的就是。那人於是說：主，我信，就俯伏朝拜了耶穌。於是耶穌說：我是為你們判決，才來到這世界上，叫那些看得見的看得見，叫那些看得見的反而成為瞎子。有些和耶穌在一起的法利賽人一聽了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是瞎子麼？耶穌回答說：你們如果是瞎子，就沒有罪了。但你們說我們看得見，這樣你們就有罪了。基督嘅福音。我咧冇辦法諗到咧點能夠將呢一個嘅故事咧兒童版講俾啲兒童聽啦嚇。咁我諗大家咧都好長咁聽呢一個嘅記載啊。咁我想首先講咧，如果你真係能夠一個一個字去聽佢講嘢咧，究竟我哋會問呢個盲嘅人，佢係咪真係講咗呢啲説話咧？定話呢個作者
呢個聖史若望，佢將一啲佢嘅觀念咧擺咗喺呢個瞎子嘅口中。我好懷疑咧個瞎子咧未必會咁講嘢，因為佢講嘅説話好有神學嘅背景，同埋要聽得明咧我諗我解半個鐘頭都解唔完呢一篇嘅讀經啦。簡單啲，我哋睇呢3張畫啦嚇。第一個就係盲嘅，第一張你睇佢着件衫都爛㗎啦，深色㗎啦嚇。佢應該係坐喺個地度嘅，梗係乞衣嚟嘅。咁呢度冇記載，喺第二個記載有講嘅。咁佢係胎生就係盲，我唔知你有冇見過有啲隻眼咧冇眼嘅嚇。有陣皮可能凹咗落去，根本裏頭咧係冇眼球冇嗰啲嘢嘅，所以呢人係乜都未見過。好啦，第一節咧我哋講嘅其實係講俾啲大個啲人聽下啦嚇。咁呢一班人跟住耶穌同耶穌一齊出去，我想強調咧，成個記載都係講緊耶穌。佢去走向人嘅，唔係人走向佢，係佢走向人。首先佢出嚟，經過見到呢個盲眼嘅人，同佢一齊嘅門徒做咩咧？問耶穌：喂，究竟係佢有事定佢父母有事咧？原來猶太人同我哋中國人都差唔多喎。你見到嘅人一出世有事嘅人，就係啲人問下究竟佢爸爸阿媽做錯咗啲咩咧？報應喎，咁慘嘅如果你係嗰個盲嘅人，你坐喺度有人喺你身邊咁講，究竟係你前世嗱，我哋天主教冇前世不過中國人成日講前世唔知做錯咩有阿爸阿媽唔知做錯咩，搞到而家生出嚟個咁樣。如果你係嗰個坐喺度聽嘅，你會點咧？你梗係好唔高興啦，係嘛？佢唔係關心你喎，佢而家問下點解你咁慘啫喎？係咩報應？所以呢班門徒係冇睇到呢個可憐嘅人冇關心佢可憐，竟然當口當面咧就問耶穌究竟佢衰定佢父母衰？耶穌解釋俾你，兩個都唔係，不過要將天主嘅彰顯出嚟。咁呢度講嘅你又聽唔明嘅。耶穌話：我係世界嘅光。其實呢一本《若望福音》前幾章咧就講過耶穌，我就係呢個光。人有光，你睇到光就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如果喺黑暗之中，你好難睇得清清楚楚。有冇人戴過黑眼鏡小朋友有冇人戴黑眼鏡戴過黑眼鏡冇我見你玩遊戲嘅時候戴啲黑眼鏡嘛。如果個黑眼鏡咧，佢係靚啲黑眼鏡咧，你都睇到好清楚嘅。如果佢係隻黑古勒骨咧，你戴咗黑眼鏡乜都睇唔到咁你會唔會驚咧？如果帶你一個新嘅地方，你唔熟悉嘅地方，你乜都未見過又睇唔到，你會唔會好驚？我哋想象下，如果有光咧，我哋就冇咁驚。咁如果我講翻呢個盲人，佢一生都睇唔到嘢，個黑色噶噃。而家突然間有個人喺佢面前做咗一樣嘢，耶穌做嘅嘢好得意嘅，攞啲口水出嚟，和啲泥放喺佢眼上面。呢個盲嘅一定覺得核突，因為佢睇唔到嘛。係身邊嘅人睇到咁核突嘅，點解做啲咁嘅嘢咧？原來喺聖經好偉大嘅人物聖奧斯定咧，佢解呢段讀經，佢話口水為猶太人係佢嘅生命嘅力量。泥土大家知道，天主喺創世紀裏頭做天地萬物用咗泥嘅所以聖灰星期三咧講你出於塵土，你歸於塵土，所以你喺個頭上撒呢啲灰燼，提醒呢樣嘢。所以耶穌做呢個動作代表啲乜嘢咧？代表啲咩
知唔知代表咩啊？係耶穌好似創造為呢個人做一隻眼咁，所以呢個動作係講耶穌好似擺隻眼入佢嗰度咁。不過咧，耶穌好得意喎，叫佢你去史羅亞水池洗吧。嗱，猶太人好得意嘅，原來個史羅亞有意思喎，跳一個啊！史羅亞嘅意思咧就被派遣的。耶穌唔係就咁醫好佢開眼啊！耶穌要佢你去個水池度洗啦。呢度好得意喎！如果你係導演啊，你要諗下呢個盲人喺呢度，突然間盲人去行去個水池度，佢點行去啊？啊？邊個帶佢去啊？有冇諗過啊？我估就係嗰班門徒啦嚇，門徒正話無心啊！師傅教訓佢，然之後叫嗰個人去，即係點啊？門徒應該帶佢去啦。咁呢有4個動詞嘅喎，去了、洗了、回來、看見了。原來要做啲嘢，耶穌係派佢去做呢樣嘢。如果呢個人話我唔喐，佢隻眼可能唔會好嘅喎。就係佢做咗啲嘢，佢聽話，佢去咗、洗咗，然後翻嚟睇到啦。嗱，你啲小朋友今日想翻屋企試下咩叫睇唔到就睇到咧？你翻屋企揾條毛巾冚住你隻眼，啊，冚得佢5分鐘、10分鐘，再拎開個毛巾睇下嘢，你會睇到咩啦？或者咁講，你今朝早起身，你望到啲咩咧？不過呢個係你咧嚇，唔好記得你今日翻屋企試下。呢人開咗眼，好開心。當然為佢睇到嘅一切嘅嘢都係第一次，因為以前我冇睇過嘛。所以你估佢分唔分開咩樹啊、人啊嗰啲嘢？佢唔知咩嚟嘅嚇。咁但係啲人睇到翻嚟之後咧，發生一件事，係身邊嘅人咧就問：喂，呢個咩人嚟㗎？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俾人問你係邊個嚟㗎？你嚟做乜嘢啊？啊！咁呢個人就明明係我喎，點解突然間身邊啲人問我係唔係我咧？佢所以佢答係我嚟嘅喎。啊！咁終於有啲人問佢：喂，開你隻眼嘅係邊個啊？佢答乜嘢啊？名叫耶穌。然後佢就講出呢個人做咗啲咩，叫我去邊度，我洗咗，我翻嚟睇到啦。咁佢問佢嗰個人咧，我唔知道。當然啦，耶穌咧已經避開咗啦，唔喺度。呢個係劇嘅第一幕。好啦，第二幕之後咧，佢係俾人拎咗去啲經師度。點解咧？因為佢由盲到唔盲，而家開眼咧，嗰啲經師咧就有責任咧去判別佢嘅。所以去咗，不過咧好可惜，耶穌醫佢嗰日係安息日。咁安息日係咩特別啊？原來安息日咧，猶太人定咗好多規矩嘅。本來天主咧俾10誡人，但係呢啲以色列人咧，嗰啲經師咧，好細節地將呢10條誡命變咗630幾條啊！咁啊〜好煩惱啊！你要背630幾條規矩，咁啊，其中一條規矩咧就安息日咧，為嗰啲醫生不至於死嘅病咧係唔可以醫。耶穌竟然令一個盲嘅人開眼，本來唔使安息日做，佢哋就覺得唔啱，所以佢哋有呢個觀念唔得嘅，點可以咁做？呢個人一定唔係天主嚟。明明佢能夠令嗰個胎生瞎子能夠睇到嘢，話呢個真係好大奇蹟，但係佢哋拒絕睇到。點解？因為耶穌冇守呢個規矩啊！所以我哋諗下，佢哋因為規矩，佢哋認為嘅規矩，佢哋寫嘅規矩，佢拒絕接受呢個係奇蹟。竟然大家嗌交添喎！最後尾佢哋問：喂，咁佢係邊個啊？呢個瞎子話：他是一位先知，由一個名叫做耶穌，而家跳高咗一層啦，佢係先知嚟。然後佢哋就唔中意，就要佢嘅父母嚟問點解咧？
佢哋想作證耶穌唔係一個偉大嘅人，同埋暗示預先講咗邊個承認佢咧，就要踢佢出會堂。踢佢出會堂，即係話以後咧同佢哋無關，咁就好慘啦！你俾人趕出個團體，所以佢阿爸阿媽都我哋唔知，你問佢啦，佢成人嚟㗎。呢個人幾慘，之前有啲唔識佢嘅人質問佢，而家佢父母都唔肯幫佢。咁呢個人再問佢嘅時候，嗱，佢就駁佢哋咯嗰啲人叫佢歸光榮於天主吧，即係叫佢唔好講大話啦，講真嘢啦咁啊。咁呢嘢就答佢佢係咪因為嗰啲人講我哋知道佢係罪人？呢個人就答佢係咪罪人我唔知，不過咧我未聽過一個人可以開一個胎生瞎子嘅眼。如果呢個人唔係由天主嗰度嚟，佢唔能夠做呢啲嘢所以佢開始宣認咧，耶穌佢應該係由天主嗰度嚟同埋佢仲講笑，唔係講笑呢個一定係若望寫嘅。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再跳落去啦。若望特登用咗呢啲字眼嚟笑佢哋再落一張再落一張呢個人又再惡，你哋唔知道佢喺邊度嚟，其實笑佢哋。呢班人一定知耶穌喺邊度嚟嘅，佢哋已經查晒耶穌嘅底蘊，耶穌由納匝肋嗰度嚟然後佢話你哋唔知不過我淨係知道，唯有聽天主話嘅人，天主先會幫佢行呢個奇蹟。所以呢一個人佢應該係由天主嗰度嚟，所以用一個反話講出，呢個人真係天主嗰度嚟。咁呢班人好嬲就掟佢走。當佢出咗去之後，好啦，跳多兩張。耶穌聽到佢被人趕出嚟之後，後來遇見了他。記住聖經原文不是廣東，係中文嚟嘅。呢個應該係希臘文。希臘文嘅原文咧，我個教授同我講咧，唔係講耶穌遇見佢係耶穌揾到佢。耶穌聽到佢俾人趕出嚟，所以耶穌揾佢。揾到嘅時候，耶穌即刻問佢：你信人子嗎？人子係一個稱呼，就係稱呼嗰陣時都講，我哋每個人都係人子不過咧，當時嘅人子有少少意思咧，就係天主咁解，默西亞。佢喺答話：主係邊個好等我去信佢然後耶穌直接話俾佢聽：你已經看見他了。佢真係睇到啦，今次經歷咗呢啲人挑戰佢，佢由一個名耶穌到先知，到呢個人能夠行呢個奇蹟，一定係由天主嚟。而家耶穌竟然話俾你聽，我就係嗰個啦，然後話俾你聽，你睇到我就係啦，同埋同你講話嘅就係呢個人做咗咩主我信就俯伏朝拜了耶穌。我哋係咪信天主？我哋得把口講定話好似呢個人咁，佢會跪低？佢跪低朝拜咗耶穌。猶太人跪喺度係一個朝拜天主，所以佢唔係個口講，佢用個行動。好啦，今日我想問下大家，後邊嗰次唔好解啦。解到呢度咧，如果你話你係要信耶穌嘅，你睇到耶穌，你翻屋企你會做啲咩咧？你望到你身邊嘅人，你會做咩咧？你望到佢唔係淨係嗰個你識得嘅人，我睇到天主同佢一齊。如果你翻屋企照下鏡，你如果淨係望到你自己咧，你係一個普通人。如果你係一個有信德嘅人，你應該望到喺你裏頭咧係有天主喺度。今日第一篇讀經，我真係好想考下讀經嗰個人。你讀咗咩嘢經啊？今日撒慕爾紀啊嘛，撒慕爾係咩嚟㗎？先知
佢做咗啲咩啊？天主派佢去到葉瑟嘅屋企，去同一個人傅油，將佢變祝福為皇帝。但係佢揀咩啊？第一個見到嘅高大威猛行出嚟嘅，佢以為係呢個，但係天主講咩啊？人看外表，天主睇人嘅心。如果你今日翻屋企喺塊鏡面前照下自己，你會唔會照到你自己個心㗎？如果照到就好恐怖啊！有冇可能呢？你係照到你自己個樣啫嘛。但係由呢個樣裏頭，原來天主睇到我哋個樣啊，裏頭我哋嘅心，耶穌就喺嗰度。所以希望咧啲小朋友記得，你望到你自己，你應該諗下。不過我好少望自己，都係望人哋啦嚇。當你望你身邊嘅人，你要望到咩咧？天主喺度啊！唔好淨係用人嘅眼光咧睇到外在嘅人，係睇到天主同佢一齊。即係點講咧？天主愛佢，天主愛我哋，所以希望我哋咧嚇能夠真係用我哋嘅眼睇到我哋眼本來睇唔到嘅嘢，就係天主同我哋一齊。而我哋咧珍惜自己嘅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